文化部今年推动台语家庭计划，新竹市举办成果展览。除了展现这活动的成果，嘛安排大家做伙用台语来搬戏。主办单位是表示讲，这段时间计共是剩2600人次，做伙来感受台语的水。 对这首做伙唱跳台语歌，囡仔是哪算哪笑。我是小孙女，予大家听首子孙满堂。各用家己亲手做的戏样啊，伫台顶搬布袋戏。新竹市培育台语家庭计划，时间伫要满1年，透过活泼的表演以及展出过去的活动相片，要大家知影，想要熟悉台湾文化，学台语是第一步。即嘛囡仔无晓讲台语，但是有人爱有人对讲才会晓讲，真重要啊！咱国家嘛需要台语啊。几啊十年台语就无去啊！囡仔学愈侪语言愈巧啊，头脑愈好。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指出，这段时间以来，拢总举行165场的台语活动，包括台语营队、广告、台语导览、亲子共学等等，竟超过2600人次来参加台语家庭计划。就邀请足侪囡仔，阁有阮的母语家庭，做伙来台顶播一出三仙女、甲水鸡、甲阿君的戏剧，邀请大家来热烈，会使用台语来参加。阮感觉今年真正足幸福，而且嘛，就是有看到足侪对台语有兴趣的家庭嘛，拢会来参加。透过文化部的培育台语家庭计划，让大家自然学习使用台语，延续母语文化，也希望把台语升做生活当中习惯的语言，让母语代代继续传落去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